行，我不能直接把资料给顾西城。虽然南宫琉璃没安好心，可是我要这样做了，岂不是让他太没面子了？对了，她还有个男朋友，我可以让他去劝南宫琉璃啊。搞不懂这个人有什么好的，一个两个的全都想缠着他不放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啊。哟，你还知道来呀？哎，有个女的喝酒非要给我较劲，费了点时间。哎，顾少，小嫂子呢？约人逛街去了。真的是逛街吗？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是去偷男人了？偷你妹！作为男人，我还是很有自信的。你说哪个男人会比我有钱，比我帅？这倒是真的，只要他不傻，他就不会放弃你这条大鱼去捡小虾米。传真，你发现没有？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。现在不是小嫂子缠着他啦，是他对小嫂子动真情喽。是这种情况吗？哦，说来我听听。我跟你讲，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是你约的我。我在等我爸爸。是不是带你去找你爸爸？不要，我要在等他。怎么回事啊？你能忘记了是怎么了？你放开我！你把这是谁来？那到底是什么名字？来，你跟叔叔们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啊！来，走了。不磨牙，走，踢球去。叶希，我妈真找到你了，你都把妈妈吓死了。对，你好，傅先生。啊，你好。您先坐吧。哦，你是？哦，我想请您先看一下这个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调查南宫琉璃？你想干什么？傅先生，您先别误会。我是顾西城的妻子，我叫贺锦熙。顾西城？神龙集团那个顾西城？你是他妻子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，南宫琉璃是你前女友，我相信你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。你能不能替我劝一劝她，请她不要再纠缠顾西城了，可以吗？你找错人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那你也不能看着他误入歧途啊！他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是错误的，他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她是个倔强的女人，我阻止不了她。傅先生，我之所以先把您找过来，就是想给他留面子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如果顾西征看到这份资料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没有结果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把这份资料交给顾西城，伤害到南宫琉璃，
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傅先生，傅先生，我的天哪！